仔继续来看，这位是出名的歌手，叫做曹格。讲啉酒醉、失控、大闹餐厅，互医生发办。讲大早一个暗时，这个曹格到台北市内湖一间餐厅食饭，甲隔壁桌的人客起口角，连飙2分钟的垃圾话，甚至摕物件共啃，互民众甲录影录落来铺上网络。警方讲，这个曹格有来做过笔录咯，嘛用社会秩序维护法甲函送。曹格嘛，伫个 IG 发文章来回应，讲愿意来承担着一切后果，嘛希望这个野料的人会当嘛去做笔录，甲真正事实讲互大家知。叫他叫警察，我的干住，我做了什么让他可以叫警察来弄我？伫餐厅内讲垃圾话，用英语骂在场的店员甲人客。这个声有淡薄熟悉，原来是出名的歌手曹格。心情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？ 七日暗时伫内湖这间餐厅内，曹格遭击，敢若是起酒小，甲隔壁桌人客去冤家，物件撒咧乌白牵。这样的哈。接打那个老板娘。依照野了民众讲，餐厅头前的囡仔敢若有被卡到，现场的人嘛苦劝伊讲，莫阁讲骂甲大细声，也若无要叫警察。连要遭救这个时阵已经失控，目睭起烟，想要拍人。事后警方接到餐厅的报案，到现场的时，人已经离开啊。经了解，原因是因为邻桌相互之间因为音量的问题，进而产生口角纠纷。事后双方自行达成和解。全案讯后，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，已请裁处。事后，曹格遭击嘛伫 IG 写讲，尊重台湾的警察甲法律，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，嘛希望讲野了的人去做笔录，讲个清楚，唔通误导代志的真相。以后嘛袂阁回复啊！感谢关心甲爱我的人。事实上，曹格遭击。起酒小，毋是头一摆。2010年、2013年，就分别因为啉酒闹代志开记者会，以第代酒悔过。当时伊强调讲会改酒，袂阁啉啊，更加提出因查某囝讲表明决心，甚至承诺讲若破戒，就要退出歌坛。即摆又阁因为啉酒闹代志被翕到失控的影片，又阁重伤伊的形象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